Hello，大家好啊！最近咧，我參加咗澳門文化局搞嘅閱讀達人活動啊。喺呢個6月份嘅清單裏邊咧，我就揀咗呢個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。咁由於咧我唔係讀啲紅底學校啦，對中國歷史根基係好差嘅。但係自從我咧去完上海嘅世博博物館之後咧，我對中國嘅發展歷史感到好大嘅興趣啦，亦都好感動見到即係佢成個博物館設計得好好噶。你由最底嗰層行到上去5樓咧，你係有嗰種莫名嘅感動噶。你見到真係一個大國崛起嘅呢段歷史，真心感到為中國驕傲同埋光榮。咁依家咧睇緊呢本書嘅時候咧，其實成本書就500幾頁啦，都幾厚嘅。咁但係我而家睇到100頁嘅啫，咁都非常有人入勝㗎。因為呢100頁咧嘅歷史其實好短啊，都係講緊30幾年啫嘛。由慈禧太后嘅晚清去到民國初期，咁我覺得呢段歷史都幾有趣嘅，因為當中揾到一條好清晰嘅主線咧，好想今日同大家分享。就係咧，如果一個人冇堅固嘅信念，好容易就會因為局勢、恐懼或者利益而動搖。首先我想介紹呢本書其實冇乜廢話，都幾直入啲直奔主題嘅。咁想第一個介紹嘅人物就係汪精衛啦。咁呢個名咧，其實以前時聽咧就係覺得佢係一個漢奸啦。咁其實我係唔熟佢嘅。咁睇完佢個故事之後，就發覺其實佢後生嘅時候係一心諗住推翻帝制啦，不惜兩肋插刀啦，甚至乎係孫中山嘅得力助手。孫中山都非常器重佢。但係真係冇諗過咧，佢見到中國嘅底子實在太差啦，面對日本咧好似完全無力反抗，佢推翻帝制咧嘅信念咧竟然蕩然無存，最後選擇咗投靠日本，建立偽政權，甚至乎咧去承認同埋訪問由日本扶持嘅偽滿洲國嘅皇帝溥儀，真係好令人唏噓，因為當初就係佢殺咗溥儀個阿爸噶嘛。即係仲要佢係孫中山嘅得力助手，佢當初係唔介意，即係冒住生命危險都要推翻帝制，但到最後佢見到都係無望噶啦，佢覺得無望噶啦，咁佢就即刻放棄咗咯。咁另一個人物就係袁世凱啦。咁以前讀書嘅時候咧，就記得佢做咗即係幾十日皇帝啦，其實又唔係好熟佢嘅，但係原來佢就係藉住辛亥革命啦，去逼咗大清帝國退位嘅，自己做咗大總統。但係其實佢咧對共和國咧係冇信念，即係咧佢隻手啦行動力好強，但係其實佢個腦咧係跟唔切咯。咁後尾因為佢即係袁世凱啦，俾佢個仔啦同埋佢嘅所謂嘅賢君咧楊道呃咗佢啦，做咗啲假新聞啦，佢就以為好多人想擁護佢做皇帝。即係一方面呢個係外面佢覺得啦，但係即係內心裏邊佢都覺得佢抵受唔到呢個權力嘅誘惑。即係佢就係嗰個推翻清朝嘅帝國，最後佢自己又跑翻去做皇帝，即係完全係即係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咁。咁另一個人物咧就係我唔係睇呢本書咧，我真係唔識佢嘅，就係楊道啦。其實佢係一個絕頂聰明嘅人啦，係袁世凱身邊嘅大紅人。佢咧亦都係咧對共和制度咧係冇信念嘅，佢覺得當時咧其實嘅中國咧實踐民主係冇可能嘅，即係佢其實唔係唔信民主，而係覺得當陣時嘅中國咧係冇可能實踐民主，所以咧佢就做咗啲假新聞啦，去呃袁世凱啦，話其實真係好多人支持你做皇帝㗎，咁到最後咧，即係佢就係一手鼓勵啊袁世凱做皇帝嗰個人咯。咁當然啦，當陣時啲人其實係好反對呢樣嘢啦，所以佢做咗83日咧就落台啦。但係咧最神奇嘅地方就係楊道咧喺佢人生嘅後期咧，佢竟然轉變思想，秘密加入咗中國嘅共產黨，用另一種嘅方式去協助中國尋找出路。即係咧又係 O 晒嘴，你明唔明啊？呢啲人全部都係勁人嚟噶嘛？點解嗰啲全部都係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咧？咁呢啲係一啲政客啦，咁喺歷史入面咧，最後就即係我而家睇到100頁裏邊咧，其中有一個就係文人啦，就係魯迅啦。咁大家識佢都係因為《狂人日記》，咁但係佢未寫呢部作品之前咧，佢係做過雜誌嘅編輯啦，寫過好多文章啦，但係當陣時都冇辦法引起社會嘅迴響，佢就越諗越痛苦。咁過咗一段咧非常長嘅百無聊賴嘅時間，佢都唔係後生噶咯喎，嗰陣時佢都已經係30幾噶咯喎。
佢呢啲黑暗嘅時間咧，係靠咧抄古碑去度過日子。佢形容當陣時嘅中國人咧，就好似喺間鐵屋入邊瞓着咗，叫極都唔醒。咁最後咧，佢就同佢個好朋友啦，叫做錢玄同嘅一個經典對話。咁錢玄同就勸佢，不如你寫稿啦咁。但係魯迅就好悲觀啦，覺得係冇㗎啦，冇辦法㗎啦，都叫唔醒啲人㗎啦。但係咧，最後佢同完錢玄同傾完偈就話，其實喚醒到一部分人都好緊要啊，都係有希望啊。咁正因為呢個信念咧，咁最後魯迅就決定，好，咁我唔寫文章啦，我決定寫小説，用文字去揭露人性。咁樣咧就呢個狂人日記咧就正式誕生。中國歷史咧就少咗一個絕望嘅人，多咗一個咧偉大嘅文學巨匠。我睇完呢本《火種》之後咧，我係覺得哇，真係人生真係反反覆覆。我哋當初以為好堅定嘅信念，甚至乎冒死都去做嘅時候，係咪真係經得起考驗呢？喺現實嘅動盪同埋利益面前，原來我哋咧真係好飄忽嘅。我哋要由心智由頭到尾保持不變咧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。又或者咁講，人類嘅歷史同人生就係咁，我哋往往咧要藉住唔同嘅嘗試啦、犯錯啦、迷惘啦，或者身邊有啲人咧去鼓動你啦，最終咧你先會揾到自己真正願意為之奮鬥嘅信念。我諗呢本書叫《火種》咧，係就係講緊一班偉人留低落嚟嘅故事。記住唔好咁快放棄，因為只要有人肯醒嘅話，就仍然有光。最後用羅馬書作為結尾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良善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非常感謝你支持咧睇到我呢一度。咁如果真係中意同埋支持我嘅話咧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